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4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约伯记35章，改变或不变，就来祷告吧。你感受到你的生活环境一直在改变吗？科技在改变，环境在改变，人心在改变，就连这个通货膨胀在改变，国际情势在改变，两岸关系在改变。这样的改变让许多的人面对这个时代心里面很焦虑不安，好像我现在讲话的速度越讲越快的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很急躁。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他正在经历那一成不变的生活，那一成不变的心境，那一成不变的困境。而这样子的不变让人感受到失望失落吗？这时候我们就来祷告吧。祷告让我们与这位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连结，使我们的生命来经历那经验以外的恩典。在今天我们要 RPG 祷告的经文来自一位诗人，他曾经经历过重大的伤病，甚至要他的命啊。但是在那过程当中，他真实经历了上主他带领他如何度过这一段时间，以至于他最后写出这感恩的祷告，因为他得到了医治。我想不仅是身体的医治，更多是从上主来那生命永恒的医治。在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30篇5到6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能够说我永不动摇，这是需要勇气，还需要确据的。诗人之所以能永不动摇，是因为他认识了这位让他不动摇的上帝。我想现在的约伯来到约伯记35章的时候，他应该也很盼望能经历这样的确据跟应许。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来到了以利户这位突然出现的年轻人，他听了很长一段约伯和他3个朋友的对话在这个对话当中，他自己归纳了约伯问的3个问题，而且这问题不是问谁谁谁，不是问人或是问上帝，而是从他生命经验中那真实的疑惑、真实的疑问，他想要知道什么原因。第一个想要知道就是说，什么原因无辜人会受害？而第二个他想知道的是，什么原因上帝不公不义的对待我呢？而第3个就今天的经文，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赏罚不分明的上帝吗？要不然我为什么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今天约伯记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在昨天跟前天我们回应了第一跟第2个问题，讲到了上帝的伟大，其实他可以不用管人的，但是上帝却向人说话，甚至在那个说话当中，很多的时候人好像走错了频道，他没有办法接收到。然而上帝的心意却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救人脱离死亡的陷坑，使人享受生命的亮光。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以利户的观点。
而第二个呢，就讲到说，神不公不义的逼迫约伯嘛。其实昨天的经文里面已经透露出，今天的这些对话也相关的议题哦。神不公不义的逼迫约伯嘛，在这里以利户继续来回应说，人自己想自己对，但是上帝能用你的公义来衡量他公不公义吗？上帝要收回生命就收回生命，上帝要随时消灭人都可以做得到，他怎能被人限制住呢？所以很多的时候在这里面就是昨天的经文跟今天的经文以利户都觉得约伯所问的问题就是个空话，因为从上帝观点来看，其实约伯所问的问题上帝根本就不需要回答，没有必要回答，因为太小太渺小了，小到像以利沙，可能连以利沙都没有以利沙那么大，所以他其实可以不用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他认为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公义的，那人需要转向神。其实在这里也带了一点点，应该不是一点点，也在我们的阅读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以利户他也带着一些赏善罚恶的这样的思想。其实在那个时候这是很传统，就是大普遍的人都认为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律法，或者是在那时候时代文化的律法，其实他们都是这样想，赏善罚恶。其实到今天还是，所以遇到一个约伯的例子的时候，大家都很头痛，就是在想说，对啊，这要怎么解呢？而今天第三个问题出现，就说约伯他自己坚持他的无辜，他问上帝说，我的罪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不犯罪有什么好处？然后以利户说，他现在要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现在要来回答约伯讲的，上帝真的是赏罚不分吗？然后以利户就回答他说，你看看天空，你看看你头上的天有多高，你不管做对做错，到底对上帝有什么增减吗？我们用现在来想，大概也是觉得，对啊，我们所做的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荣耀，也没有办法羞辱他，因为上帝大过这一切。然而我们所做的却会是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得益或是受害。不过在这里以利户提出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来思想的观点他说，人在这个世上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受到那迫害，受到压迫，受到虐待的时候，他们就是需要被救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找拯救，找方法。其实我们听过很多人的例子都是这样，他们遇到一个人生的苦难，他们就开始找，到底谁可以救我，到底谁可以救我。然后以利户说，但他们不晓得转向他们的创造主。也就是说，在这里他已经说出了以利户他对于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的一些想法，而这想法就是没有上帝的人，他们就是谁可以帮助他们，他们就去找谁，谁可以只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好。但解决之后呢，他仍然不认识这位能解决问题的源头。然而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知道谁可以帮助他们，甚至他们认识这位能帮助他们的是谁。其实在这里就是讲到上帝是人能够认识的，上帝的伟大根本他不要我们认识也可以，不过他乐意让人来认识他。而且当人认识他之后，当他们晓得要转向他们的创造主之后，他们就在那黑暗中能够遇见赐给他们希望的上帝。其实这翻成白话，以现代来想的话，这句话的原来意思应该是说，那在苦难或困境中赐给他们能够唱歌的上帝。哇，在那个时候还能唱歌，唱的是哀歌还是颂歌呢？不管是什么歌，人因为有上帝知道，我现在即使在苦难中，我还是可以歌唱，因为你有不变的应许，你是那一位我认识恩典有一生之久的上帝。在
今天的经文当中，以利户说到这个点上，我感受到上帝真的是一位超乎人所想象，就在那隐秘处来让人认识他智慧的上帝。有一位很会唱歌的小男生，他叫丹特，他当然现在不是小男生了，已经是一个大男人了。他祖父母都是牧师，他从小很喜欢唱歌，而且很喜欢在家偷偷唱，趁洗澡的时候，趁大家不在的时候。有一次呢，他的奶奶听见他唱歌，觉得他歌声好棒哦，就鼓励他开始唱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很想要来发展这个歌唱。在还没有成名之前的他，其实他的生活曾经遭逢巨变。他的祖父母是牧师，那我们要不要猜猜看他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呢？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父母竟然是在卖毒品的。而后我们可以想象这样子的生活背景所带来很大的一些改变，包括他生命历程当中有许多影响，有许多张力、矛盾，甚至痛苦。而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这位丹特，他其实在他很年轻的时候经历到了，以现在来说就是所谓的性霸凌。在当时非常的难过，很黑暗的日子，甚至不仅是经历这样的事，他想发展歌唱，但是好久的时间他在那里自己做歌，自己写歌，要研究这个，然后努力的想要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却是没有什么收获。又遭遇这样的事情，又在这样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中成长。当时他多次问上帝说，为什么上帝允许自己经历这些伤痛，甚至过往的事件其实为他自己身心灵带来了一些后果。但是很奇妙的，他后来自己见证的时候，他说，也因为这样，我更加清楚在这苦难当中我是谁，而这位上帝是谁。也因着这环境的变化，总是让人意想不到，丹特他认识了与他永不改变的这个关系，就是他与上帝的关系。今天我们所放的这个诗歌 Wait on You 就是他写的。如果你开 YouTube 的时候，你可以按那个字幕，然后把字幕呢，这个就有一个设定键，也可以把它按成是翻译。如果看不懂英文的话，可以翻译它会直接翻译成中文。里面就有讲到，甚至你开那个这个更多资讯，就是那个 YouTube 那一页的更多资讯的时候，它下来就会有看到它英文的歌词，会看到他在那个经历当中如何影响到他现在透过做这些诗歌，透过做这些对上帝告白的歌，好像诗篇一样，让许多的人在这些诗歌当中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盼望，即使在那黑夜当中。苦难中人本能就会想要寻求拯救者，但以利户指出，信仰者却因着认识拯救者，在改变和不变中仍然能够祷告和歌唱。我们一起来思想，生活中那改变中的不变是什么呢？而不变中的那些改变又是什么？而在这其中，我跟上帝的关系是，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要向你来认罪，因为很多的时候，不论是以利法、比勒达、索法，还是以利户，甚至是约伯，我们真的是用有限在认识无限的上帝。但上帝，谢谢你，以你永恒不变的慈爱、信实、公义对待我们。即使我们现在在苦难中，我们不明白这苦难从何而来，这苦难什么时候结束，这苦难又是什么，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在这当中受到冲击，
受到挑战，甚至受到伤害。但我们相信，主啊，你仍然是那位坐着为王、掌权在我们生命中的上帝。你以不变来带领我们面对各样的改变，使我们的心能够在不变的关系中找到那改变中我们能适应、能生存，甚至能得胜的智慧。恳求主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我们要再次经历这样的智慧。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帝的智慧透过你跟他的关系，让你来经历那不变的应许要临到你的身上。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